代表梅尔市委市政府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。此次参访，我们不仅是来学习和交流，更是为了加深对彼此的认识了解。这次的活动举办，正是我们携手促进文化、经贸与旅游合作的最佳体现。因为真的太喜欢这边的环境了，然后每个人对待我们都非常热情，非常喜欢这里。我们就带着我们的新朋友呢，然后一起来认识我们的老朋友。我很期待跟更多的河源青年进行交流，然后和他们成为好朋友。